旧历的6月24是戏神西晋王爷的生日。彰化文化部指定的北管音乐保存团体中华丽春园，甲西晋王爷祝寿。这地主嘛拢专工去扮身表演，现场是真闹热。敬爱重节中华丽春园，西晋老王爷正当千秋。旧历6月24是戏神西晋王爷的圣诞，中华丽春园提早举办圣诞祭典，团员组织做伙排场扮身，来替西晋王爷祝寿。若是西晋王爷生日，阮拢会甲阮学起来幼曲啊，还是戏曲，就是表演给西晋王爷看安尼。读大学期间，我就来丽春园才来学习。今仔日这个丽春园咧庆祝西晋老王爷圣诞千秋的日子，对阮来讲是足重要的，因为这是咱的北管的祖师爷一年一度的大日子。丽春园是中华南庙宫老大妈会的家情乐团，嘛有大妈馆的称呼。丽春园为2012年开始恢复祭王爷的活动，因为客馆目前正咧整修，所以今年伫临时行馆举办祭典。今仔日祭王爷的时阵是用水八仙，先向这个西晋老王爷祝寿，然后再以三献这个洛阳歌那演奏这个典礼那进行。中华丽春园成立到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团长叶金泉表示，老辈有留落来200-300本的曲册，拢是遵照古早谱来演唱。若伫街仔路出阵，一听就会知影是丽春园的韵喉。伊嘛真拍拼咧，甲功夫传予少年辈，希望有更较侪人加入，做伙来守护台湾的传统戏曲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